有粉絲朋友同我講啊，佢話想要離珠海山姆近一啲嘅，要3房或者4房，總價咧要幾十萬，而且帶埋裝修，最好咧首期幾萬蚊就可以買到啦，仲要有車翻到去香港。一開始咧，我覺得佢要求都幾過分噶，但係後邊咧居然俾我揾到啦，總價78萬可以買到4房。嗱，跟住鏡頭一齊上現場睇睇。咁就上到嚟呢個單位啦，實體樓啊，呢個係坦洲啦，108個平方嘅4房單位啊，去到拱北關口咧20幾分鐘，因為咧隔離就係坦洲大道啦。嗱，依家睇到所有嘅硬裝咧，亦都係交樓標準啦，108平方，總價最低78萬就可以攞低啦。首期咧8萬蚊，月供咧2900，你就可以做業主啊。門口咧有車翻到去香港嘅太子、荃灣同埋尖沙咀嘅。咁喺呢度出發去到山姆會員店咧，講緊都係10分鐘左右嘅時間啦。70年嘅純住宅啊，嗱，你冇聽錯，我再講多次，108平方，總價78萬，首期8萬蚊，月供2900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咁另外面積段咧，仲有79平方啦、89平方同埋119平方嘅，都係以高性價比為主啦，3房同埋4房嘅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評論區留言啦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Thank you。